台湾无伫喙脣皮顶，伫耳孔边。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，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。阿正先的讲台湾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平安顺遂啊！又到了咱千金铺的单元，咱顶一遍呢有讲到呢，万年红、盖江盘、乌弦白切、乌拍线、石青金黄、野兰盘、加剪刀、李顶琴、镜面柳、西山樱。好啊，咱就为这开始来讲哦。咱顶一遍呢有讨论过呢，这个李顶琴，李呢就是咱讲一分有10厘啦。啊，梨表示什么？表示呢，迄单位缩小。顶呢，就是顶啊。咱讲一般讲顶啊，啊这顶啊吼，是咧咧称中药啦，啊咧称金啊，迄款的做细支的。啊那一般咧卖菜的时候是用哪呢？用称啊。啊那咧养动物啊，比如猪啊啦，是用牛啊，牛啊那啥？牛啊是重量的量。啊，佮有啥物呢？有镜面柳，有西山樱。镜面柳的意思啥物呢？就是割地吼。割啦吼，割伫即个镜孔的边啊，秋啊，迄秋迄物件，咱今日来讲来叫流苏迄类的啦。啊，啥物叫西山樱呢？就是讲甲迄西山吼捆做规球啊，缩做伙，叫做西山樱，一樱，咱讲樱茶。啊，过来咧骹背，啊过来咧膝裤共下面，骹背就是古早时代妇人人白骹的布条啊啦。啊，那膝裤咧，就是妇女咧嵌伫裤骹的装摊啦，啊，的裤骹套啦。啊，下面咧讲鞋啊，除了咧鞋底以外的部分啦，啊，除了鞋底以外的部分，还是安尼迄个下面吼。过来呢，下巴手、裤头领，下巴手呢，就是用来咧装摊呢，这个钱袋啊，就头头我讲过啊，嘛是属于流苏迄方面的啦，哈，流苏。啊，裤头领呢？裤头领就是下啦吼，下伫裤带腰带，领呢，这领就是啊啦，就是领螺丢断迄个领啦吼，叫做裤头领。下巴手、裤头领啊，就是呢用来咧装摊钱袋啊四边的丝啊线啊，下伫裤头的这个腰带啊，腰带吼。水晶镜、玻璃灯，有水晶镜，有玻璃灯，用水晶做的镜啦，叫水晶镜。啊，玻璃灯呢，用玻璃用看玻璃做的这个灯啊火啊，这种做现代的啦吼，用今仔日来讲做 fashion 的吼，做时件的啦吼。过来，云豆、八宝、共含灵，共就是 end 啊。有啥物呢？佮有云豆啊，有八宝含灵，含就是呢头含伊含冇含灵，啥物意思呢？云豆就讲细粒甲像豆啊大细。啊，银做的铃啊，所以叫做云豆铃。啊，八宝咧，八宝是真的八当铃啊，用铜做的铃啊，它都还是银的哦，这是铜的。啊，共含铃咧，共就是佮有啥物咧？佮有挂伫牛、马、阿妈棍顶悬的铃啊，好啊，这种铃啦吼，铃。你看安尼卖物件有济无啦？佮有罗庚八卦定时钟，有罗庚有八卦甲定时钟。罗庚就是咧看方位的罗盘啦吼，罗庚台语讲叫做罗庚，华语讲叫罗盘。八卦咧，八卦就讲有八卦图在上面的啊，迄个八卦图。啊，佮有定时钟，定时钟就是咱即摆咧讲的闹钟啊，有定时间的闹钟啊，叫做罗庚八卦定时钟。最后，伊讲来讲腰刀艺地玻璃钟啊，伊做时间咧玻璃呢。后来有啥物呢？有腰刀，有艺地，甲有玻璃钟。腰刀呢，就是绑伫腰身呢的底刀啊，叫做腰刀腰啦吼，绑伫腰身的这个底刀。啊，艺地呢，就是象牙做的地。玻璃钟呢，就是有玻璃铿啊，铿玻璃的这个丝钟啊。简单来讲，这物件荷包手、裤头领啊，这物件呢，罗庚八卦定时，这拢是做 fashion 的、做时件的物件吼。好，咱时间的关系，咱讲到这，多谢大家。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，由当洪建教授主讲，当牛收录，多谢收听。